知道你受委屈了。行不行？断队了，这都。别算。哎妈，都别闲着了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啊，兄弟聚会嘛，都开心点。干嘛呢？都愁眉苦脸的。啊，说。既然就这样，我有这事啊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我真是不明白啊！你说凭什么啊？凭什么？这现在都是女人出去赚钱啊，咱们做大老爷们的啊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天天撅着屁股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，凭什么？您受羊甩，羊甩你妹！我不知道你们在家庭里现在什么地位啊，我反正现在过够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我媳妇儿都不拿正眼瞄我一眼，啊，唯一能体现我个人价值的时候，就是每天晚上关上灯，洗完澡往床上一放，那个时候，我才能体现我的存在。我是什么？床上用品吗？啊，床上用品吗？你是床上用品就不错了，我压根儿就是一床头摆件。来，兄弟，我真的。你呀，上我们家摆着去，我上你们家用。你滚蛋！嗨，我看你一个晚上了，你都一直在喝闷酒，难道你就不想找一个人陪你说说话吗？你说我想找的那个人啊，他不跟我说话。我叫小白，我愿意和你说话。你们女人啊，无法接受。我来帮你解答。
来喝一个。来，再来一杯。讨厌！啊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人活在世上，就他们应该开心。嗯。哦，还好啊。That was more love. 来，我敬你。倒酒呀！今天喝的好开心啊！来，来，我喂你喝一杯。你再喝呀。再喝，我喂你喝一杯。你干什么？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是有老婆的人。别扯淡了，有老婆的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你走开。我要跟你喝酒。滚开！你神经病啊！给脸不要脸！去你的！